Hello，各位馬迷啊，我早事啊。咁今次嘅古活賽期咧，香港馬會啊播多一日嘅，因為之前咧淨係播有一級賽嗰啲賽事日，咁今年咧就播晒4日嘅。咁第一日咧就係呢個傳統都係古活杯啦，呢場係3200米左右嘅一級賽，咁都係吸引咗好多喺亞士谷金杯嗰度跑嘅馬再參戰啊！咁嗰一場咧，呢個餘利盡收咧，又鬥最後一步輸俾嘅北角鋒啊！咁今次咧餘利盡收，我又比較睇好多少少啊，因為上次咧係呢隻馬久休咧，今年第一次復出嘅，跑到差唔多4000米咧都可以咧喺最後幾步先俾嘅北角鋒過咗佢嘅，咁所以今次熱身咗場之後咧，以佢主動啲嘅跑法咧，應該有機會係反先嘅北角鋒嘅。咁呢兩隻馬其實都必定要揀㗎。第三選方面咧，就係呢個揀翻嗰隻逍遙勁啊。咁呢隻馬雖然喺之前嗰一年嘅雙料打比英愛都入位嘅，而頭馬嘅佳進之川咧之後嗰個成績都唔係太好嘅啫。咁但係佢今年復出咧，兩次都係跑同今次路程相約嘅沙丘園賽事都可以贏馬，咁證明呢隻馬可能跑大長途咧嘅實力咧會比2400米更加強嘅，咁所以咧今次係今季嘅第三次上陣咧都可以加入考慮。S1嘅第4場古活杯，我順序提供係7號嘅餘利盡收、6號嘅北角鋒同埋4號嘅逍遙勁。咁至於揀多一場賽事咧，係揀翻另一場2級賽咧，就係 S1嘅第3場，由香港馬會贊助嘅全球混合彩池李諾斯錦標啊。咁呢場2級賽141米咧，之前嗰幾年嘅轉播咧都係爆冷嘅。咁今次咧，雖然嘅熱門馬好似呢隻湖林麗城咧評分咁高咧，都係必選喎。但係博 win 我都係博翻隻暫時喺英國合法外圍賠率咧比較好分啲嘅貝仲有法啦。咁呢隻馬雖然贏完咧上年嘅薩塞克斯錦標，差唔多係冇出好戲做過，咁但係上次咧縮程落嚟跑翻1400米咧，即係可以贏馬，咁所以今次咧繼續唔跑翻呢個薩塞克斯錦標而輸專降貴咁跑2級賽呢場嘅李諾斯錦標咧，部署係相當明智嘅。因為呢啲咁嘅放頭馬咧，如果1600米成日俾人做假想敵咧，好難放得到嘅。咁佢上一次咧縮翻落嚟1400米左右嘅路程咧就可以放到，再加上呢隻馬咧過往跑古活3次咧都係全勝，咁所以今次咧可以繼續喺2級賽嗰個揚威嘅。咁次選方面咧，始終都係揀翻一隻湖林麗城。咁隻馬咧香港馬迷都幾熟悉嘅，因為又嚟過香港參戰啦，又係以前阿鄭雨田咧幫手操練，咁所以呢隻馬咧香港人都幾熟悉嘅。咁之後咧過咗澳洲咧又爆潘頓騎得唔好啊，咁呢隻馬翻咗英國之後咧，上次其實跑咗場皇家亞士谷賽期嘅1級賽1200米咧，嗰個走勢都幾好嘅，後上翻嚟咧後上不及。咁所以照理今次加程咧，其實都係合理嘅部署嚟嘅。咁但係睇翻呢個古活嘅141米咧，又唔同其他英國馬場嗰啲1400米咁啊，都係跑轉彎嘅，直路比較短啲，咁所以咧都容易俾其他馬走甩嘅。咁呢隻馬要靠後上咧，而且成為大二咧，所以就揾佢做副選。咁第三選方面咧，就揀翻一隻正人台啦。呢隻馬雖然近績就比較飄忽啲，咁但係又係古活嘅賽事專家嚟嘅。咁同埋上年咧都係贏呢項賽事嘅錦標，咁今年咧打衛冕戰咧都唔可以太過睇小佢嘅。S1嘅第3場李諾斯錦標，我順序提供係5號嘅貝仲有法、2號嘅湖林麗城同埋7號嘅正人台。咁下一次賽事咧好快啦，因為古活賽期連續4日嘅，咁咧明晚嘅同樣相約時間咧再見啦，拜拜。